領土100，還有9天，我們要同心禱告，聖靈，我們歡迎你。第91天，耶穌復活，聖靈澆灌。使徒行傳2章22至24節，32至33節。以色列人啊，你們要聽我這些話。拿撒勒人耶穌，就是上帝以異能、奇事、神蹟向你們證明出來的人。這些事是上帝藉着他在你們中間施行，正如你們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上帝確定的旨意和預知被交與人，你們就藉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。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除，使他復活了，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這耶穌，上帝已經使他復活了，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。他既被高舉在上帝的右邊，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，就把你們所看見、所聽見的澆灌下來。讓我哋一齊禱告，讓我們向主高舉雙手吧。耶穌基督，神的兒子，你是勝過死亡的復活主，我們高舉你。聖靈啊，你是神所應許被差遣來到世上，要澆灌在眾人身上的靈。哈利路亞！這是神完全的救贖，是奇異的恩典。因此，我們放膽呼求，求永生神的聖靈燃點我們心中的熱情，焚燒我們愛主的心靈。奉耶穌基督的名，我們宣告，聖靈的時代已經來臨。阿門。耶穌復活了，聖靈已澆灌，奉主名宣告，聖靈的時代已來臨，聖靈的時代已來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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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